今年上半年整體樓市繼續價量齊升，不過踏入6、7月，新盤市場顯著放緩，連帶二手交投亦出現回落。不過新盤售價就繼續屢創新高。早前鴨脷洲大街新盤現案當中，低層連平台特色戶尺價突破2.6萬元新高，同時亦刺激二手市場尺價不斷挑戰高位。港島南區指標屋苑鴨脷洲嘅海怡半島新近亦錄得罕有頂層連平台特色戶成交，尺價再度突破1.9萬元，近年高位，售價亦較2年前同座同類型特色戶顯著回升1成半。由港燈鴨脷洲發電廠改建而成嘅海怡半島，三面環海，大部分單位均可以眺望不同面向嘅海景，加上南港島線通車後，令屋苑交通大大改善。屋苑分4期發展，共建有34座高層住宅，合共提供多達9812伙單位，個別座數嘅頂層提供少量連平台或連天台特色戶。最新特色戶成交係1期5座頂層連平台特色戶，單位建築面積達1284平方尺，實用面積更高達1057平方尺，並連有約400至500平方尺嘅特大平台，眺望香港仔避風塘及貝沙灣海景。單位早前以2020萬元成交，尺價高達19111元，再度突破1.9萬元嘅高位。原業主早於2006年10月以733.8萬元購入，持貨20年，帳面淨賺1286.2萬元，期間售價大幅上升近1.8倍。想知道更多成交消息，記得訂閱我哋頻道，撳埋個鐘仔，只要有新片你就立即收到通知。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Century 21. This is our time. This is our century.